心的即个旅行的气象运动，中国真严重啊，去传到全世界，所以请大家小心，一方面也爱有即个祈祷，求上帝的怜悯，互即个瘟疫紧紧停止。耶稣真够用譬喻来说明天国的道理。耶稣有讲真侪譬喻，这譬喻毋若是讲天国的真理，搁伫即个文学艺术的顶面，自古以来就是人所研究创作真宝贵的题材。我捌来咱教会讲道的时捌用一摆叫做皮仔的譬喻，所以今仔日我要用即个管家的譬喻，甲咱来思想。后礼拜不义的管家即个经节就记伫即个希望咱转去读，来思想，会通来了解更较深入。所以即个题目头一点就是讲即个温顺无常，良善的萝卜。温顺无常，良善的萝卜。耶稣讲，天国亲像一个人要去外国，是叫伊的路过来，将所有的交代因，一个5千，一个2000，一个1000，各照因的材料就去外国。伫即个现代中文译本即个开头伊讲天国，搁好比以下的故事。所以这耶稣就是咧讲天国的代志。天国就是亲像安尼。当主人照3个萝卜无相像的材料温顺，互因无共数量的囡仔托因管理。上帝想使咱每一个人温顺嘛无相像，无相像。总是咱若有愈早去发现着咱的温顺，愈早去运用，安尼愈早就实练会当发挥迄个温顺，迄个人生就安尼加真效果真好的迄个能力来发挥出来。这是一般的温顺。咱若属灵的温顺嘛是真侪款无相像的。即个以弗所第4章11节有讲，伊所想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29节起这拢有讲起圣神每一个人的温顺无相像，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行关联的、讲方言的、翻译方言的、帮助人的、义理师的，其他还佫有真侪经文咧讲起这属灵的温顺。属灵的温顺拢总有圣经内底所记有30几种。有咱有一种迄个问卷问卷问卷迄款的表，伫遐你会当来填，然后发现你的温顺就是咧倒一方面咱知影即个，若是真较严格、较艰苦的公司你要请一个人才，聘请一个人才，拢爱迄落智能测验性格测验，看你是毋是合即款的工作所以上帝互人的温顺真侪无相像咱若做头家人
即个人伊个温数是毋是下伫我即个公司通来发挥吼。啊，咱若个人嘛是共款，啊是咱有囝儿吼，囝儿孙吼，啊伊个温数伫倒一方面会通互因伫迄方面去发挥，哦，安尼就加真紧吼。啊，当然伫台湾啊是讲伫逐所在嘛是共款啦吼。啊，人多工作少吼，啊有诶读一科诶毕业无法度通照伊所读诶来发挥，吼，安尼这嘛诚可惜啊。啊，主人知影即三个萝卜因载能无详，啊所以互因诶托付嘛无相详吼。啊，然后呢，互因5000、2000、1000，后来主人就出外去咯。啊，即摆领5000个呢，伊就去做生意，有人佫趁2000。领2000个嘛是共款，有佫去做生意，佫趁2000。吼，啊，因诶气力一定照主人所期待的吼，主人也是真欢喜。主人对即两个萝卜所讲的，拢讲好啊，好佫真中的萝卜，你少个已经真中，我要设立你来管多个，通入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无论是5000，还是2000，啊，因拢去佫趁5000、2000转来，总是主人的福乐是共款，啊，主人福乐是共款。所以主人无设定一个哦，你拢爱趁5000，所以上帝要求咱无每一个人拢爱100分，拢爱80分。啊，上帝是照咱的温数，照伊互咱的温数，咱若有真，上帝就看咱做好佫真中的萝卜甲如意。啊，即个领1000个，因为伊顾虑真济，所以伊就毋敢去运用即个1000即个轮仔。啊，所以后来伊受主人的指责吼，即个等下咱第2点来讲吼。上帝互咱的托付拢无相像，总是上帝的要求，毋是一个标准，逐个拢爱达到遮，毋是，是照伊互咱的温数，照伊互咱的温数。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0节讲，所仰望伫管家的，是爱得伊忠心。所以上帝爱咱只有忠心，安尼就好啊。只有忠心吼。上帝赏赐咱有才能、有温数，啊，咱若有去发挥、有去发现、发挥，啊去发展，真爱去做，毋好惊失败。安尼去做，忠心去做，真力去做，啊，毋是为家己，是为着主，安尼到了。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讲：先生，我着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永远活？啊，耶稣就回答即个律法师讲：你着真心、真诚、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着家己吼，咱拄仔经过所读的。所以咱若真心真力去做，安尼上帝就看咱是好佫真中的萝卜。真力，真力就是咱要谦卑，啊爱真忠去做，无论大项小项的事，认真真力去做，安尼咱就是好佫真中的萝卜吼。所以这就是头一个吼，咱来头一个就是真中的萝卜吼，真中的萝卜得着主。第2个，当咱来看即个片段的萝卜的心态。即个领1000个囡仔，即个萝卜呢，伊的心态是啥样呢？伊第一就是看
看清家己的才能，看清家己的才能，因为因领1000个银仔，伊毋敢用即1000去做生意，还是去做啥物？啊，伊顾虑着这，顾虑着迄，啊，会惊这惊迄，啊，所以毋敢去做。啊，亲像有人讲啊，掠一只鸟啊，软袂惊死，放袂惊飞，所以伊就将囡仔甲抬起来。这领1000囡仔即个萝卜呢，伊可能想讲，甲另外迄2个萝卜比起来，哇！啊，你着领5000，啊，你着领2000，啊，我干那领1000，心内嘛会无欢喜吼。啊，其实1000囡仔数目是袂少，差不多是当时工资15年的工资咧，啊，即个领1000个萝卜，伊就是看清家己的本事，无好好去运用、去发挥，啊，将伊带涂骹，啊，直到最后是即个主人家己责备、家己气杀。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2、14、15伫遐有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这是对少年人的勉励吼。啊，过来14、15讲，你心内的温顺，对先知的话，甲长老会换手来互你的，你毋通忽略。所以，咱所领受的温顺，毋通看轻，毋通忽略。上帝互咱的温顺，咱伫教会、伫工作的岗位、伫咱学习的所在、伫社区、伫人的中间，咱会通做啥物，咱就尽力去做。啊，今日科技真发达即个网络传播真普遍，所以咱会通看到以前无的，以前只有就是爱电视台、大报纸，安尼才会当对大众啊总是今仔日咱看即个自媒体就是通过 YouTube 啊是 FB 即个脸书即个脸书台湾叫做面册脸书 FB 啊是搁即个实况的报道，啊真流行啊，咱若看有真济，尤其即马台湾真济外国人去啊做即个 YouTube 有诶用广东话，有诶用韩国语、英语、用日语、用土耳其的语言，啊总是下骹有迄个中文的字幕啦所以大家看拢知啊。真无共款的国家语言看甲台湾真活泼，真活泼。大家人报即个台湾的好，倒位有安尼好食的物啊，好佚佗的讲台湾人的人情就是人上水的上水的就是人所以我看遮个 YouTube 就发现讲，因无论是咧，无论用啥物语言，无论伊是咧报啥物报遐个无论佚佗啦、好食物啦，还是逐项代志，因有迄款才能讲起来真自然，真顺互你安尼看了会感觉欢喜感觉哇！咱台湾咱看伫遮拢毋知影，遮尔趣味，遮尔好，人因外国人来各地，安尼报甲互咱感觉真新鲜所以我感觉遮个 YouTube 因有迄款的才能真正就是上帝互逐个人迄款的才能拢无相像，你若有去发现着迄个才能，就爱去发掘去发挥安尼会通为主来做真好的工。所以咱常常咧讲，耶稣讲咱爱将福音传到普天下这若伫较早来讲迄是偌困难的你着爱交通的问题，要去到世界的逐个角落，
总是今仔日，你安尼一个 YouTube， 一甲普去自拍，着全世界人拢看会到，所以若是有即方面本事的人会通好好去发挥，发挥做见证。咱常常听见一句话讲要做就要做，少做就少做，多做就多做，这就是即个领1000囡仔的即个落个心态啦，我若要做就无人会怪我做无好，这就是真消极的想法，咱着爱机会，着爱好好把握，着爱好好去做。就算讲做了无好，做了毋对，安尼你嘛有经验嘛，你嘛会通得到经验，若讲失败就是成功之母，你会通得到经验学习嘛，假使你若拢毋做，拢无要去做，连失败的机会嘛无，所以搁较毋免讲你有啥物成功啦。所以这是一个领1000个萝卜的，头一个就是看清家己。第二，伊就是错误，就是误解主人是真严苛，误解主人是真严苛。这个萝卜，这个萝卜来，这个1000个就甲主人讲：主啊，我知你是忍心的人，就是真严苛的人啦吼。袂野的所在就要收，袂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我就惊将你的1000人去来对呢，当你的原米遮定理。所以这个萝卜就是想讲，认为这个主人要求真悬，真严苛，看钱哪命咧无投资就想要趁钱，即款的主人我去运用，若了钱，就真害啊，所以伊惊了去投资了钱，毋敢去做生意，规气甲伊带入涂骹，所以这主人来讲，你即个歹过平凡萝卜，你既然知影我无种的所在就要收割，袂野的所在就要捡做堆，你就将我的囡仔下入钱店，到我来的时，通得到我的本钱甲利息。所以安尼讲起来，即个主人毋是真严苛，伊就是讲，你若无要去做，你摕去钱店嘛会生利息，到时会当连保金还，安尼就好。所以即个主人毋是想象中遐尔严苛，所以有时，这若是受骗到伫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当然拢会想讲即马即个头家伊毋知是啥物款型的，就伫遐承受真济，其实人这个老板是毋是安尼，无一定亲像你所想的所以就爱客观去了解，有真济做老师的，是父母对囡仔真严，真严拢是讲伊后日会安尼成照去讲会真好势其实因会遐尔严呢，囡仔就惊，毋敢出骹手因的个性就安尼限制了咧，毋敢去发挥，毋敢去做安尼就失去一个囡仔真活泼迄款的天性，安尼就真可惜，所以假使老师，所以尤其是即个国校的老师，迄对囡仔影响是一世人的影响，国校的老师对囡仔影响是真大，因为囡仔拢是幼稚园过来读小学，小学就是一个政治社会规矩安尼，伊所学习的，伫遐伊所拄着的，迄变做一个形，伫伊以后
中学、大学，还是以后人生的路，拢会有一个无形伫遐，所以，幼稚园老师还是即个国学老师真要紧。假说若伤严，安尼就限制囡仔心智的发展，心智的发展。咱对上帝的体验嘛是安尼，你若对上帝你无对上帝无真正认捌，真正去了解、去体验，安尼你就毋敢信靠，毋敢交托伊，你的信心就毋敢伫遐完全的相信、信靠。所以一个人体验上帝的恩典、阻碍有偌济，安尼伊的信心、伊的行动。所以，即个罗卜，搁第三就是伊惊性命的冒险，伊惊了性命的冒险，伊毋敢冒险，伊想咱若做毋对就害啊，所以咱若有一句话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人的生命时时都充满冒险，拢时时都爱面临爱选择啊，信耶稣嘛是一个真大的冒险，因为做基督徒有真侪挑战，真侪挑战。我10外岁时啊，拢常常陪我的阿公陪看伊啦做伴啦，甲伊讲话，听伊诚侪故事听我阿公伊就是17岁信主啦有啥物信主呢？就是讲老母讲生囝甲鬼分无一半，就是当时伊较无法度，囡仔拢会夭折去啦厝边有信耶稣的人，招我阿公讲来去礼拜堂来信耶稣伊转去就甲伊的老爸甲伊讲有厝边朋友招咱去教会伊的老爸甲伊讲你去就好，等下佫信毋对就害。所以后来我阿公就来信主，当然来就全家信主所以我常常讲，我的阿公就是阮义家族的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种子伊17岁信主，然后伊就真热心追求到尾咱做长老真侪年伫教会侍奉所以伊的疼心，互伊的小弟读神学院，迄个时阵台南神学院叫做大学啦伊发现着即个小弟真聪明，互伊做事无彩，所以就互伊去读大学。当时总个人拢甲伊笑咱老爸都无咧互囝读册你这阿公，你的兄哥互无共母的小弟读册，因为伊老母早死老爸佫娶就是即个2节公、3节公安尼所以兄哥互无共老母的小弟读册，为什么？因为伊是一个基督徒，伊对圣经知影，讲爱疼神，所以我的3节公就去读神学院，毕业就做牧师就是纪文仁牧师后来我的二伯因为3节公做牧师，然后就神学院就后来就有哪招好我的二伯就去读神学院，二伯是迄个纪明新牧师安尼我的3节公的囝就是纪忠牧师所以才入我的3节公这边到阮这代做牧师的就较济啦。有一摆我伫一个研习会就有咧
有咧安尼叫你通思考讲啊，你的信仰的背景吼，你的对你的祖先吼啊，即信仰背景。啊，我安尼甲算算咧，对我的阿公一个整治落来啊，到阮即代做牧师的有25个，25位安尼。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福音的种子，你要伫你的家庭、家族啊来培养起来，吼。所以，照上帝互咱的恩赐，吼，亲像即个领1000个吼，伊着惊失败啊，毋敢冒险啊，吼，啊，啥物都毋敢做，吼，安尼着无啥物成就啊。咱人生就是一种冒险的旅程，吼，需要勇气，需要信心。因为基督徒的历程就是一个冒险的历程，吼。咱来看即个天路历程，吼，天路历程，这就是真出名的即个基督徒文学，啊来咧描写即个伊做基督徒要行到天堂即个路站，伫世间有诚侪有迄攻击魔鬼安尼打击吼，真侪，总是伊都爱我靠信心来赢过遮个，来经过遮个。咱看约伯，伊嘛是有即款经验啊，吼，伫约伯安尼，魔鬼甲上帝讲，啊伊遐热心，因为你都遐束缚伊啊，吼，所以上帝阮即魔鬼甲伊试炼啊，所以结果约伯安尼家庭吼安尼囝儿丧失去吼，家破人亡就对了。啊，剩伊一个安尼，总是尾啊，伊伫约伯3章第24节，约伯伊讲吼，因为我真惊会临到我所惊的到我，吼，伊本来嘛是真惊赢，歹怨上帝，啊一寡朋友甲伊苦劝，其实遐拢无路用，吼，到尾啊，约伯伫42章第5节，伊讲我前耳孔听见你，胆我的目睭看见你，约伯伊最后，伊经过遐尼侪经历后来，伊就是，伊讲伊以前是只有听见知影，总之我现在亲目看见你。所以咱面对一个无确定的未来，敢有人会袂惊？一定会。总是咱着爱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坚心倚靠上帝，啊，开始来行动，安尼就会成功。南非总统曼德拉，伊讲过一句话，伊讲我学着，勇气毋是无惊吓，是克服惊吓，毋是无惊吓，是克服惊吓。咱着爱去克服，安怎样来克服即个惊吓呢？就是爱对上帝的主爱有信心，对上帝赏赐咱的恩赐有信心，倚靠上帝的帮助，来发挥上帝互咱的恩赐。我伫教会服务时有一个兄弟吼，伊本来伫咧学校咧做老师，做老师领业绩真稳定啊，吼，总是伊有咧想讲要来创业，伊的老母甲伊讲，你逐个月领安尼着真安定啊，为甚物无爱，着较无赞成去创业，伊着讲一句话，伊讲要安定，着莫冒险，尼若要冒险，着袂安定。后来伊家己去创业，照伊的
专业，后来伊的事业做了真好，真成功吼，伊嘛是一个真信用真好的青年，上帝也真赐福伊。所以我就感觉讲，伊有迄款的想要家己创业迄款的心，安尼伊就是伊有迄个温素啊，伊有迄款的温素，吼，然后伊安尼有信心去做，就成功啊。所以第二，咱讲到即个歹过运道的路步吼，然后第三就是咱来想讲，即个尽忠的路步，上帝奖赏，上帝奖赏吼，就是咱若尽忠于上帝，无论你领是5000、2000、1000块，好好去做，上帝的学路拢是共款的，好啊好，搁尽忠的路步。你日少已经尽忠，我要说你来管多个，通入你主人的快乐。总是因为领1000个，伊就考虑到遐济，毋敢去做，安尼这就是互咱一个学习，就是讲，咱对上帝所领的恩赐，咱若好好去做，勤力去做，忠心于主，上帝对咱的报赏，拢是共款的，无因为你做的是偌济偌少，主要在于你是毋是有忠心，保罗也有，譬如讲教会耶稣基督是头，咱拢是身躯吼，骹手喙巴耳吼，咱身躯每一个器官，搁较小小的器官，拢是真重要，咱也袂当讲倒位较重，倒位较无着，保罗讲，颠倒较无文雅的，咱就爱较家己装他，所以拢是平平重要。咱若好好去做，逐个人各尽其职，安尼，互即个规身躯会振动，互即个规教会会通发挥功能，安尼这就是尽咱的本分来做咱爱做，上帝所欢喜。世间的代志拢是愈用愈少，总是上帝所赏的事的恩赐是愈用愈多。你若无用呢，颠倒少去，少用颠倒少，你若无用，就颠倒无去。这就是一般咱有咧讲，用进废退，你若有用，伊就继续搁较好势；你若无用，就准退化就无去。所以耶稣讲，若有诶，要搁互伊，要搁互伊。所以伫这一8节，就对就对伊摕迄个1000来，迄个有10000个，因为既然有诶，要搁互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家己摕来。所以信用的数学就是安尼，有诶要搁加添，互伊有剩，无诶连所有诶，都无去，就摕去。所以耶稣讲，安尼落尾个要做大生，大生个要做落尾。咱信主无论偌久，一定要爱继续前进若有后壁来个，就做大生，对主忠心、尽忠，是出自内心，毋是做表面的功夫，有真济人，为着要互老板、互主人、互人欢喜，表现真做甲真好，总是其实是毋是伊有真力的，这只有伊知影，咱做上帝的囝儿，咱无论做啥物代志，伫保罗说，3章2、30讲，咱无论
做啥物代志，拢爱对心内去做，亲像甲主做一样，毋是甲人做。咱无论做啥物，拢是甲主做安尼。所以有真济拢是叫做良心的事业，吼。啊，其实咱无论啥物代志，你是毋是有真正好好去做？即拢是爱出自良心，家己良知，吼，安尼来好好去做。人的科学的研究吼，啊讲人的大脑吼有140亿到160亿的脑细胞，每日会通处理8600万条的信息。是讲，亲像爱因斯坦即款伟大的科学家吼，伊的大脑吼只有才用超1/3安尼。所以一般的人吼用无1/10，用无1/10。所以咱若讲要真心、真诚、真力来疼上帝、来疼人，咱要做的迄个空间会当搁发展的是真济。用心的劳动，将来会享受主人所陪伴永远的快乐，这是真阳光的，真阳光的事。啊，总是遮个劳动，不在伫因拢达到80分，拢达到100分，毋是，是照上帝赏赐伊的恩赐偌济，着好好去做，拢总共款得到主人共款的福乐，共款的报赏。安尼咱，搁转去较上头啊，就是耶稣讲，天国亲像一个人去外国，将家业分互3个奴仆，借因的财干，还银5000、2000、1000。安尼，伊讲天国亲像安尼，这就是咧讲天国。天国就是亲像管理上帝所托付互咱的产业，咱若有好好去善用，去运用上帝托付咱的，咱有尽力去做，有一日上帝就甲你讲，你是好搁真忠的奴仆。我要将做个派你管理，通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讲天国，耶稣讲即个譬如就是咧讲天国，天国就是亲像安尼，咱听即个耶稣的譬如，咱已经想了后，安尼就是咱若做一个忠心尽忠的奴仆，咱就会进入上帝的国。三个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人拢有你赏赐阮的恩赐，你也慈悲怜悯阮，佮赏赐信心互阮，阮会通倚靠你来发挥、来发掘你所赏赐互阮的恩赐，互阮通做你的器躯。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把握机会，善用你赏赐阮的恩赐，真心真性、真力来听你，来听人，互阮所做的会通得到你的欢喜、交托，互阮会通真力去做，有一日。